大家好，歡迎收睇日更頻道，我係19肥仔。呢兩日應該有唔少人上網睇過一個片段，就係喺澳門有一位嚟自大陸嘅光頭棘，佢就喺馬路嗰度紅綠燈位同一位揸電單車嘅男子發生爭執。咁期間呢位大陸遊客光頭棘呢就大話啦，都係大陸人在養你們，沒有大陸人你們都得死。呢兩句嘢真係如雷貫耳。再配合翻尋日都報過啦，有一位大陸嘅遊客被問到，喂，你覺得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嘅宣傳足唔足夠？嗰位大陸遊客呢，竟然話覺得好可笑，我交錢咪得咯。呢位遊客我哋親切啲稱呼佢為垃圾佬啦，即係唔係話歧視，唔係話佢垃圾。你都唔介意垃圾隨地抌，咁我諗嗌佢垃圾佬呢個比較容易啲，令人印象深刻嘅稱呼，佢應該都唔介意噶啦，係咪？呢兩單嘢呢，就諗起早年最初聽到呢啲有錢就得嘅恩主心態係幾時呢？最經典嘅就係喺2008年嘅時候，由於颱風吹襲，有大陸遊客就被逼停滯喺機場。受訪嘅時候就向記者抱怨機場處理航班延誤問題亂七八糟，並且話啦，如果唔係中央政府照顧你哋香港，完蛋了。估唔到過咗10幾年，又有類似嘅說話聽到啦。其實我諗都經常有噶啦，只不過係冇流傳得咁廣嘅啫。亦都有唔少聲音話，哎呀，大陸遊客係港澳人嘅衣食父母，係嘅我好多謝佢哋，尤其是嗰位光頭棘，哇，養我哋真係感謝。呢啲人唔使怕絕後，到時全個澳門都會做佢嘅孝子嘅，初一十五嗰啲咩清明重陽都幫佢上返炷香，感謝光頭大哥養活澳門。咁當然係講笑啦，仲得鬼閒裝香俾你咩？翻去含撚啦！因為我哋要搞清楚一件事，就係中央政府好照顧我哋，大陸遊客都幫咗好多，但係與你條光頭棘何干呢？點解咁講因為無論政府又好，啲議員又好，啲社會有啲權力、有啲地位嘅人佢哋都經常講噶啦，一小撮人嘅行為就唔代表全部遊客，唔能夠一竹竿打一條船。雖然有啲遊客佢哋係好唔文明、好野蠻，但係大部分嘅都係好，我諗冇人會反對呢個講法，呢個至理名言噶嘛。咁所以呢一種邏輯，我哋就應該應用翻喺呢條光頭棘身上，又或者應用翻喺全部唔守規矩嘅外來者身上啦。係遊客幫咗澳門好多，但唔代表全部落嚟嘅都有份關照噶嘛，唔能夠一竹竿打一條船。有啲好嘅遊客喺度消費嘅遊客，唔能夠代表全部一樣米養百樣人。有好嘅當然係有壞噶啦，咁既然呢啲壞嘅自然唔能夠俾佢去菠蘿雞其他好嘅遊客啦，係咪所以嗰啲咩都係大陸人係養你哋，係咁，但係與你條光頭棘何干呢？啲好嘅守規矩嘅咪養緊我哋咪感謝佢咯。好似你呢啲聲大夾惡，擺到明係自己亂過馬路，仲要將個人行為上升到成個族群嘅柒頭皮，關你咩事啫？使屈你養啫？你快啲同我躝啦！咁其次就係你睇佢個格，睇佢個款，你喺澳門生活得耐，你應該都睇得出條友都唔係遊客款嚟噶啦。個格根本就係嗰啲扒仔或者換錢黨咩攞住個遊客簽證喺澳門賭場撈嘢嗰啲人嚟嘅，呢啲人有樣睇嘅。咁呢啲人咁呢挺人呢，平時喺賭場仲慘過流浪狗，鬼鬼祟祟喺度揾錢，又俾人趕又俾人喝，過街老鼠咁款，一啲尊嚴都冇。出到嚟呢，就話見到你啲平民百姓就諗住攞翻啲尊嚴，點知又係俾人鬧翻轉頭，仲
喺度話，哎呀大陸人啊養你哋，冇大陸人你哋都得死，冇澳門賭場俾你喺度揾食，翻去耕田啦，係咪？咁當然啦，有人話喂，咁可能啊佢個樣似啫，個格似啫，未必真係嗰啲扒仔啊，未必係嗰啲換錢黨。的確係有咁嘅可能性，但係都唔係我問題啊，係咪？即係你好人好姐，你整到個格成個扒仔或者好似換錢黨咁，好明顯係佢問題啦。同埋呢，就算點都好，呢啲因主論都係錯嘅，因為你過嚟使錢，我哋係有俾翻服務，你呢個只不過係等價交換嘅啫，即係除非你嚟到抌低10億，乜嘢都唔要啦啊，走嚟抌低10億就話送俾你哋澳門市民嘅，我乜嘢都唔需要回報，咁唔係噶嘛，即係過嚟使錢，你入到茶餐廳，你等低40蚊，你唔係等低40蚊就走噶嘛，你係買人哋服務，買人哋嘢食，呢啲係買賣行為，大家係對等嘅，並唔會話你有因於我咁樣噶，因為好似香港嗰條垃圾佬咁樣，咁成日咧就以為有錢大晒咧，呢啲行為又係唔要得嘅。佢就話：哎呀，錢啊，我交就得啦。但係咧，佢哋嗰啲人維權意識強大，法治意識薄弱，嗰幾千蚊係叫罰款，係佢做錯嘢俾人罰，唔係代表佢俾咗幾千蚊就可以唔守規矩，買一個唔守規矩嘅權利。咁其實咧，我有上網睇過啲人分析，哇，點解好多遊客都係咁啊？咁講啦，好似我早2日出過一條片，就係講一個移居去馬來西亞嘅大陸人，佢就話自己農村都係咁樣嘅。你睇呢條光頭棘或者嗰位垃圾佬咁樣，即係佢成長嘅環境呢，隨時就可能係以前幾十年前嗰啲農村啦。而家中國發展得咁犀利，但係好多農村都仲係唔係咁富裕。睇佢哋年紀，喂大佬幾廿年前先啱啱發展，除非你城市人呢，如果唔係嗰啲咁多咁窮嘅農村，好彩嘅話就話淳樸啫。但有啲係話窮山惡水出刁民噶嘛，喺嗰啲咁嘅農村長大，就係要靠惡，誰大誰惡誰正確。因為你只要一示弱，人哋就當你懦夫，當你廢柴可以隨便恰。咁所以佢哋呢啲人，佢哋嘅成長環境就係咁樣焗住佢哋，乜嘢都要靠惡靠大聲，規矩同道理就企喺自己嗰邊。咁但係關我哋乜撚嘢事呢？你哋自己成長環境影到你有咁嘅脾氣，咁樣野蠻，係你哋村嘅事，唔關我哋事。我哋做乜要受你氣？特別係呢，我一直都講啦，大陸政府一直都強調要文明旅遊，亦都係非常之支持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最緊要係乜嘢？就係要法治，法治係一國兩制嘅基石，亦都係特區發展行穩致遠嘅基礎。好似呢啲唔守規則嘅遊客，佢哋唔尊重港澳嘅法律，即係唔尊重一國兩制，同時亦都唔尊重國家要求國民文明旅遊嘅宗旨。作為一個愛國愛澳嘅澳門人，對呢啲破壞法治嘅人、唔尊重法治嘅人，係要予以強烈譴責。呢啲唔係叫歧視，呢啲叫捍衛法治。